詩篇94:18節樣講到，當我日下煩惱到思想，我嘅腳都有同意思咩計？即間人每日世間你啊，生下未得到白色嘅路，未煩惱過土，是到心腸未有同腳要先轉了五門了。嗱，佢你求上帝，上帝嘅恩典跟你同在，意思上帝幫助你。嗱，詩篇94:19節兩講係講一個思想增加多。在你嘅生命中，上帝嘅安慰跟你同在。意思嚟講係講你反個土到思想，在你心中度，上帝跟你同在。上帝跟你同在，意思嚟講佢開路本自家出，本自家強嘅力量。嗱，詩篇94:22節咁樣講到，但係上帝切切家嘅想保。切家嘅噴殺嘅上帝，意思咪上保講強嘅上帝，噴殺嘅上帝講強嘅上帝。嗱，係講自己要謙卑嚟求上帝，一坐天坐地嘅上帝，自家得到強嘅力量，得到新嘅力量，自家嘅同在，但係自家個突突隻隻嘅自家反嘅思想，突突隻隻自家心中度啲得到痛苦嘅思想，佢能夠大家同在，但係自家去心理。但是佢係特性，因為佢實質家當時家越細嘅越求佢，佢越天拔出一奇妙小種類幫助自家。阿門。